正统罗里门圣母庙抢春牛活动，自民国60多年举办至今，参加人数是一档比一档高济，已经成为台南宗教盛事。嘛有人咧讲，一生一定要看一届罗里门圣母庙抢春牛以及高空烟火。民国60几年，阮就开始有这个野春牛的活动，到阮第3次重建后是即马才大家台湾上大的妈祖庙啊。阮迄阵就来开始加上这个国际高空烟火，跟这个炸风炮的活动来供上这个春牛这个上天庭来禀报而且因为人咧讲的，逐渐咧讲就是讲来迄个无一生若无来圣母庙参加这个野春牛跟这个高空烟火炸风炮的活动一生的遗憾。圣母庙过去的元宵节活动，大约有30万参观人次。庙方今年有阁会突破50万人次。主委王晶莹也特别呼吁来看抢春牛以及放炮的朋友，一定要安全第一。抢春牛的时阵要注意安全，跟这个高空烟火、跟这个炸风炮的时阵这个穿着一定要遮蔽安尼安全第一，大家当欢欢喜喜来参加这个高空烟火、炸风炮甲野春牛的活动，平平安安回去厝安尼。北放炮、南春牛是台南2大民俗活动。出席记者会，市长黄伟哲除了感谢圣母庙对着传统文化推广用心，也向市民大众介绍安全看放炮的服装配套。南盐水北土城都是很热闹的。那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安全要做好，因为每年风炮活动都多多少少或多或少有一些民众可能自身的防备不够所以说造成一点小受伤。像这样，这个风炮就是要戴安全帽，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容易风炮都钻进去这个脖子，所以脖子这边包括毛巾包括这个但是千万不要穿雨衣，因为雨衣遇高热，那个塑胶会融掉融掉就会融在你的皮肤上就很不好，所以要穿这种棉质的，或者说不会融掉的这种。那手脚就是要戴手套，这种手套要用那个棉布的手套才不会让手受伤那脚这个也是一样，鞋子这边最好也是可以包紧那像这样子就是比较安全的做法。罗里门圣母庙今年的编春牛、放炮以及高空烟火，将伫咧2月4号登场。当天自下晡2点起，就有真侪表演节目。暗时8点开始编春牛、抢春牛，8点45释放放炮，9点20、9点35以及10点10分会分3批释放高空烟火。庙方欢迎各位朋友做伙来到土城罗里门圣母庙来过元宵。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